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4月2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撒母耳上卷17章19节到32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灵智。耶稣基督受掠受难。迄个过程中间，咱看到遐有即个宗教维护权的祭司啦、经学士啦、长老啦，以及即个守殿的遮个官员，因咧面对耶稣的时阵是甲虚人、也灵智啦吼。即种行为，咱现代拢归纳做灵智吼，中文叫做霸凌啦吼。这灵智的意思就是讲，伫迄个权威者，还是有高权力的人，对弱势者的欺负灵智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耶稣基督伊伫迄个受难的过程中间，其实是接受到政治的灵智、宗教的灵智，即种的基础顶悬。咱昨下提到着扫罗王的时期，以色列人面对非利士的军队，除了实际因的身权、体力、军力无平衡以外，这个介大才歌利亚用侮辱、轻视的态度，咱讲的言语灵智这个以色列的军队，但是感觉真可悲的是，无人敢站出来反抗。伫政治抗争的中间，咱有一句话讲，点点的就是甲对敌共平啦吼。就咱知影讲，大必伊要出声，要来抵抗歌利亚的时阵，伊的阿兄虽然毋敢对歌利亚出半句话，却反倒转来挖头来凌治伊的小弟大必。撒母耳上卷17章19节到32节安尼记载，扫罗甲恁三兄哥以及以色列的众人，拢伫伊拉的山谷，甲非利士人伫交战。第二日的透早，大必就将羊群交互别人去顾，就照亚西的吩咐带食物去到伫军营。迄时军队拄出去战场，喊声要交战。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拢排阵相对。大必甲物件交互固守的人，就走去战场，甲伊的兄哥请安。伊甲因讲话的时阵，看到迄个非利士的勇士加特人歌利亚对迎来出来，甲以色列讲同款的话。大必拢有听到，以色列众人一个看到迄个人就惊吓逃走。以色列人讲来讲去，迄个行出来的人，你有看到无？伊出来甲以色列人呛声，甲伊抬死的人王有一大笔的奖金要互伊，嘛要将查某囝嫁互伊，佮互因老爸全家免纳税金。免服侍王，大必就问徛伫身躯边迄个人，杀死迄个非利士人，洗除以色列人的见笑，这个人会得到什么？迄个无受割礼非利士人是啥人？佮伫仰望上帝的军队来呛声，军兵就照前的话甲大必回答，讲杀死迄个人会当得到什么款的报赏？大必的大兄以利亚听到大必甲人讲话，就对伊发受气讲：你哪来遮？曠野迄几只羊，你放互啥人顾？我知你假傲，你咧想啥？我拢知，你是要来看人相待。大必讲：我无做啥物，问一个也袂用得咯。大必就离开去找别人。问同款的问题，军兵嘛用同款的话来应伊。有人听到大必所讲的话，就去甲扫罗报告。扫罗就派人叫大必来，
来比甲扫罗讲，咱毋免惊，迄个非利士人，请互你的仆人去甲伊决斗。耶稣基督受难的过程，会通讲是凌迟啦吼。先对宗教领袖，搁到伫分封的王，搁到伫罗马的巡抚，甚至遐的军将，下骹手的兵丁。耶稣基督死搁活上天了后，接着门徒就开始互犹太教以及罗马兵丁来逼迫、来凌迟。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记载讲，大祭司以及伊共党就是撒都该人，对使徒满心怨妒，因下手掠使徒，甲因关落架。迄暝主的天使拍开监门，甲因带出来，对因讲：恁去，徛伫圣殿，将即个死活命的信息全部对民众来宣讲。使徒听伊的话，天要光的时，入去圣殿来教示人。大祭司甲伊共党的人到位，就召集所有以色列人的长老来开会，然后找人去监狱带使徒来。守卫到的时阵，发现使徒无伫家里，就倒转来报告讲：阮发现监房锁条条，看守的伫门口，阮一个开监门，内底拢无半个人。圣殿的守卫甲祭司长听到即个报告，毋知代志会安怎变甲安尼，就真着急。迄时有一个人入来甲因讲：恁甲因领去关伫监狱遐个人，现在伫圣殿伫教示民众。迄个守卫官甲伊的部下就去甲使徒带来，因无用暴力，因为惊民众用石头来镇因。伫面对这个凌迟的情形，使徒所倚靠的就是上帝的保守。使徒行传记载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境况，当使徒面对这个宗教凌迟的时阵，上帝颠倒差遣使者来保护因。诗篇150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伫上主的圣所称赞伊，着伫显出伊权能的强壮学乐伊，着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，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乐伊，着奔扫甲称赞伊，弹琴弹瑟学乐伊，拍鼓跳舞称赞伊。用诗献的乐器甲箫学乐伊，用声大的钹来称赞伊，用音管的钹学乐伊，所有会喘气的拢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伫面对环境种种的恶势力凌迟，基督徒需要知倚靠上帝，勇敢的出声来对抗这的凌迟者。因为阮深信上帝必定为阮征战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